我们是开了几次会，招募了50名志愿者，分成6个小组。有在月台为大家服务的，有在月台教务组专门负责那个讲棍子带拜的，有在后边给大家服务的分配这斋饭的这个小组，有采购组，还有制作组等等等等，一共分了6个小组。6个小组呢，我们各负其责。现在东西已经都准备的充足了，这个真主的命令，人主被主，去掉一些的这个私心杂念，一心白工，完成真主交给我们的白工任务嘛，对吧？